都請醫生寫一封醫生證明書，裏邊包含咗我哋寫咗我哋咩病啦，同埋我哋有一個藥物嘅清單，方便咧可能過關嘅時候咧需要檢查，我哋可以拎出嚟啦。如果喺時間上邊唔方便你見到醫生嘅話咧，你就最好帶備有你個名同身份證號碼嘅藥單，同埋咧嗰個原裝嘅藥袋，方便過關嘅時候檢查。我建議大家帶多4個星期嘅藥物。萬一飛機延誤或者係受傷入咗當地醫院接受治療咧，當地醫院咧未必有齊晒我哋食開嘅藥物嘅，而所有藥咧都係需要更新帶上飛機嘅。萬一咧行李延誤或者係遺失咗咧，我哋都可以有足夠嘅藥食。喺旅行期間要校定鬧鐘提自己食藥。我咧就曾經試過喺飛機上邊忘記咗一次食藥啦，咁落機嘅時候手腳唔協調就跌倒啦，嗰次仲搞到膊頭裂骨添。